分别为圣，将我们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阿们吗？阿门。因为上帝配得我们的赞美。阿门。阿门。阿门。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请求圣灵恩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一起来欢迎圣灵，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啊，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啊，我们爱你；圣灵啊，我们爱你；圣灵啊，我们敞开自己；圣灵啊，我们敞开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开始用我们最大的掌声，将一切的荣耀献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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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好吧，让我们一开始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向主来祷告。让我们一起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找到3个人跟他说，让我们一起热情来赞美神。我们一起热情来赞美神。哈利路亚！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宝座前，大声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爱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献人都归于
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神总会成就。一起用信心跟喜乐来敬拜他。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异能，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的你成长，一天天到达。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他的意思都完全成就，成就。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异能，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各地声响，一遍遍到他。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他的意思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的你成长，一遍遍到达。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他的意思都完全成就，成就。从早晨到夜晚，主耶稣的恩典时刻不离开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
近，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让你来亲近。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进来主，我要承受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进来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们高举双手，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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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夸主为荣。我的主，我爱你，深切的告诉主啊，我爱你。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你觉得主耶稣爱你的，请你大声说阿门。阿门。主耶稣真的非常非常爱你的，你说三声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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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都是值得被爱的，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阿门神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被造是要享受在敬拜里面，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这美丽的敬拜神悦纳。然而在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行动力的时候，要带上祷告，阿门。阿门。我们在这2天，昨天到今天是我们培育学校第21期的更新营。我们这次有20名的学员，我们要来为他们祷告。你们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参与礼拜，一直到下午2天完整的结束。我们要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当他一个人来到培育学校，他被建造，他被更新，他被翻转。一个人可不可以影响整个家族？阿门。哈利路亚！他们也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学员来祷告，好吗？在场的学员举手一下。好，有一些是有会的，他们就没有，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教会聚会，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才会过来，好吗？我们现在要来为他们祷告，我们用 RPG 的方式来，一个人找一个人来。我们现在用 RPG， 我们带球的部分就是为学员。我们的更新营的学员，我们的学员也来找对象，2个人的 RPG 来，我们同工会的来帮助不会的，哈利路亚，这边来帮助不会的，哈利路亚。我们开始1、2、3，哈利路亚，带着你的信心来宣告，带着你的信心来祝福，哈利路亚。能力要祝福在我们的更新营的每一个学员，哈利路亚！祝福在他们的家庭，祝福在他们的亲子关系，祝福他们的健康，
哈利路亚，乌雷拉苏雷拉沙雷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源，小组长，你来找你的主源。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小组长，你在的这个时候，你去抱你的主源，拥抱他。拥抱你的主源，铁三角，你去抱你的主源，哈利路亚！铁三角，你抱你的主源。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主耶稣说，
谢谢你们帮我拥抱了我所爱的羊群们。阿门。弟兄姐妹们，在天堂的敬拜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被遗弃的，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礼拜天都一定要回到教会？铁三角同工，你一定都要出席礼拜，每一个礼拜牧师都要请铁三角来拥抱你的羊。铁三角如果不在的话，你的羊会成为孤单的羊。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的爱。阿们吗？阿门。主的爱你喜悦吗？你需要主的爱吗？哈利路亚，是我们需要主的爱。哈利路亚，主的爱。哈利路亚，我的主。掌声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为你的小主欢呼好不好？哇，为你的小主欢呼。好，你要坐下之前，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我会越来越爱你。”有一点不好意思，是不是？再跟他大声的说：“我真的会爱你。”我真的会爱你。大家请坐。此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第4章第10节到第17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以斯帖就吩咐哈他革去见末底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底改，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时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力量。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今天牧师的题目是尊荣与使命。牧师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牧师非常感动，每次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天上的敬拜。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的敬拜就是天堂的敬拜。来，阿们。这是荣耀，这是喜乐，充满神恩典的地方。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例行普世的宣教，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每一次宣告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当中，阿门，并且我们在执行的就是神国的使命，就在永光教会，我们不断的领受，并且不断的分赐出去，这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一件事情。请问各位，今天是几月几日？3月8日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女王节，女王驾到！哇，真的是太特别了哈！对，今天是38国际女王节，我们把它改过来好了哈，改一下，联合国改一下，感谢主哈！其实这个由来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在1908年的时候，就在美国纽约市有15000的妇人，有参加的举手一下，没有哈，感谢主哈，这些女性的劳工，她们上街头来游行，她们有一个诉求，有一个口号叫做"面包与玫瑰"，面包与玫瑰。那面包象征的是什么？面包所表达的就是他们的经济要受保障，他们的要提高他们的薪资，并且要缩短他们的工时，因为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玫瑰所代表的就是他们期待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这两三样你都期待的举手一下。没有举手的是你没看钱的对了哈，感谢主哈对，并且当时候女性是没有投票权的，也借着这样他们唤起全世界各国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觉醒，所以呢以后的1908年以后，大概将近70年的当中，哇，真的是各国都有兴起这样的一个女性抬头的一个意念跟游行，但是容易吗？不容易哦，不容易。然后到了1977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正式把3月8日定为国际性的妇女节哈。那台湾很特别哦，联合国在1977年才宣布这个节日哈，但是台湾在192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有妇女节的这样，并且当时候3月8日妇女节，女性是可以休假半天的，哇，很特别哈。所以今天你们可以休假半天，就是下午可以出去玩。然后呢，到了因为台湾后来我们有隔周休2日嘛哈，就把我们的休假的日子多了，所以就把这个半天就停止了这样子哈。那并且我们就后来把它合并在儿童节里面来举行哈。那不管怎么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哈，是非常尊重个人的自由的，并且非常重视是两性平权的。所以幸不幸福？是幸福哈。而且我们已经在今天，我们全体永光教会的人投票同意了，妇女节要改为什么节？女王节。你说了算。感谢主。但是从神的创造以及赋予两性不同的特质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应该是彼此尊重的。过去因为是比较重劳力嘛哈，所以男性神给的就是有比较这个比较怎么样？比较有强壮的哈，对对。但是现在女性有的人很壮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整个的时代在改变的时候，社会结构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更要尊重。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在职业女性上，在社会在财经的地位上是有的都比男性还强的哈。所以如果男性现在成为家庭主妇，那也是可以，对不对？理所当然啦，所以
如果两个人都有在工作，回去家庭的作业、工作谁做？一起做了哈，这是理所当然的哈。现在整个这样的概念，特别在台湾，我们都非常的认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原来神就是这样命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是回复到神的创造的美意而已哦，哈，所以这是很棒的哈。所以女人，你是神创造的极品，对不对？啊，跟隔壁说这句话，说女王要成为她女王哦，女王你是神创造的极品。阿们，阿们，阿们。好了，那女王既然驾到，那我就下来了，换女王上来。哇，感谢主哈！在我们家也都是彼此尊重啊，这是很棒的哈。那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体的，因为神创造的婚姻就是这样哈，所以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刚好读到整个的我们的读经计划刚好读到以斯帖记，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在旧约有一位我们也可以号称她为女王的，好，她在神的使用当中，神给她智慧，给她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成为整个在旧约里面神使用的女性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位。那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我相信也可以帮助我们哈。好，那以斯帖记就是在记述一位犹太女子，她怎么样拥有特殊的身份，有神给她的智慧，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当中，她怎么样得胜？这是整个过程里面这真的好像电影的那个叙述一样的哈，高潮迭起哈。如果你有把以斯帖记继续跟着我们读经读的话，你就会知道，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当然，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书卷当中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都没有。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却可以怎么样隐约的看见神的手在背后的工作，这很特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忙碌或者是在信仰上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会忘了神。但你要确信一件事情，你既是已经属神的儿女，你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你要确信神对你是怎么样不离不弃的。阿们。即便你一时忘了他，忽略了他，或者对他生气，你认为他会离开你吗？不会，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他，或者神故意隐瞒，在他的作为上，他依然在行使对我们的计划，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这里又让我们更来了解，在整个时间轴里面，整个历史的这样的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总相信宣告神是历史的主宰。阿们。我们称他为历史的主宰，就表示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与人类同在，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他的计划跟作为。在我们回看整个历史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有说：哇，太奇妙了！怎么有这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竟然发生？我们不只在自然界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更在超自然里面可以经历到这位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这是你我在信仰上一定可以经历的哈。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在犹太人的群组里面，他们非常喜欢读这一段书卷，特别在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会全家一起来在读以斯帖记很特别的，从里面看到人性的那个败坏跟善良的一面，那做一个极大的比较，以后也看到神掌握这一切，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神按着他的心意来拯救、保护他呼求他名的百姓，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不只称神他是历史的主宰，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最佳的导演。阿们。
好，跟隔壁说，神是历史的主宰，也是最佳的导演。来，阿门。牧师听到我们的回应的那个洪亮的声音，就知道神喜悦我们的敬拜。阿门。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聆听神的话语。阿门。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牧师从这段经文一起跟大家来提醒，就是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知道那是关键的时刻，在信仰上我们总是要挺身而出，这是应该的一件事情。那古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古希腊的这些的历史的话，大概就会知道，整个古代在西亚四大帝国，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跟希腊，有没有？那这4个帝国在圣经里面都跟以色列有直接的关系。好，那我们也现在波斯后来在1935年的时候，他们更名为伊朗。好，那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伊朗的情况。美国跟以色列直接攻击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背后很复杂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可以再用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看到神的手依然在这其中。所以每个早晨我们的晨更都是继续为他们来祷告。虽然跟我们距离非常的遥远，飞弹也没有飞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有吗？没有哈，感谢主。但是我们依然为他们祷告哦。好，不管哪一国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总是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哈。所以波斯帝国是最强盛的，因为当他们最强盛的时刻是包括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耳其以及埃及哦，整个版面都是波斯帝国的。所以我们看读这段经文之前，提到波斯王亚鲁水鲁王亚哈水鲁王，他怎么样的展现他的荣华富贵并且不是1天2天可以看完为什么？这不是夸大其词而且是历史就是这样子一件事实给我们看见。所以亚哈水鲁王，我们看见他本来娶的一个太太，后来这个王后怎么样背逆他然后呢就遭王给他会处掉，对不对？哇，那王继续有外面的战争然后但是他回到王宫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失去，还是会思念他旧的那个皇后他的人臣就告诉他说你再娶一个就好了，不是吗？哇，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哇犹太女子，我们说以斯帖，她就被招选入，并且被立为新的王后那以斯帖他的堂兄就是末底改很特别的所以但是问题末底改他是一个犹太人，他遵行神的律法，他知道他懂得怎么样仰望神。然而呢，在这个国当中有一个新的宰相就是哈曼。哇，他非常的骄傲自大当他当上宰相的位置的时候，他是通告全国，凡是进入这个皇宫的进入的都要向他跪拜都要向他跪拜。所以全国只有一个人没有向他跪拜，是谁？就是王，就是国王。那但是呢，我们说末底改他清楚在十诫当中唯有神可以跪拜，其余的是不跪拜的，并且他知道哈曼是亚玛利人，神当时候有命令以色列人要除灭所有的亚玛利人，但是当时候以色列人手软了，心软了，没有全部的把它革除掉到如今他还想说这个不是神所要灭绝的，怎么现在我要跪在他的面前呢？他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让哈曼知道以后，哇，他受得了吗？他受不了。他不是要只灭那个末底改而已
他想说末底改这样好，我就抄家灭族，要把整个居住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所有犹太人，他要一举的把他们杀掉哈。所以他就欺骗了国王啊，就欺骗国王说国王啊，在我们国中啊有一族的人不晓得从哪里来，他怎么不晓得从哪里来？他欺骗国王，这一群人好吃懒惰啊，所以这一些人对王没有利益。我看我们就把他杀掉好了，把这一群人杀掉，这样我们的国运会更好，哇，国家会更强盛。王也没有去打听清楚、问清楚，对不对？他就说：“好吧，那我的印章给你盖吧。”哇，这一件事情后来末底改知道。我们看末底改他怎么样？他就撕裂他的衣服，穿上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怎么样？痛哭哀嚎。哇，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受不了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所以他痛哭流涕，他拜托请人去跟王后讲这件事情。哇，这件事情我们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背景，对不对？就是这样来进行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末底改，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属灵的敏锐度。这是你我需要的。阿们。你需要有属灵的敏锐度吗？需要的。我们在判断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有属灵的敏锐度，你就会跟神问说：“神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神这件事情我该做什么抉择？我该有什么行动没有？”这是我们有属灵敏锐度的人，我们可以察觉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末底改，他这样的神使用他，神也借着他来保护他的百姓哈。所以神指明那把这件事情呢，末底改告诉以斯帖以后我们看见以斯帖知道这些事情很严重，但是他有两难之处为什么？因为他30天没有被召去见王了，并且当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定，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吗？你要见总统可以吗？你说我想见总统，等一下下午我们一起去攻上去，可以吗？不行绝对是不行对，一定按部就班来嘛但是我们要见总统不容易即便你认识他，他当上总统以后要见他容易吗？说那是我朋友。也不容易真的是这样子我二哥跟他很熟，但是现在要见他容易吗？根本不可能嘛根本不可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了解一件事情，对以斯帖非常清楚，他要面对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堂兄就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月份，不是为见金的机会吗？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整个书卷里面只有单单指向神的一个经文但是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我们现在所有的身份、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在看到这件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来了解，对你现在的职分，你要相信你的任何的身份，包括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包括你是谁的朋友，包括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或者是工作者，或者是在公司担任怎么样的职分，这一切，或者是你在教会所担任的圣职服侍神的，我们都要很清楚，这是从神给你的。而既然神给我们有这么多身份的尊荣，那我们该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这是要了解的，并且
如果神给我们有这属灵的敏锐度的话，那就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见破口或者看见契机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怎么样的位置上？我们是愿意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还是成为一个批评论断的人？那个结果不一样。那对个人跟我们的团体，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在小组里面，我们不谈八卦的，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难处都带到哪里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对，所以我们的小组是非常 close 的。你可以把你心里不敢，甚至不敢跟家人说的，都可以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可以把这些重担交托给神，并且我们也相信，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没有办法起口的这些话语当中，这些事情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小组成员一起来，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会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神接下来对这件事情的作为，阿们。并且当我们有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怎么样记下来，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最美的见证啊！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清楚的看见，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应当做关键人，阿们。你跟隔壁说，关键时刻要做关键人，来。对，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哈。所以以斯帖就这样子告诉末底改说：“你去招聚所有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宫女也要这样来禁食。然后我要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哇，这是一个极大的决心哈！我若死就死吧。现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见的。虽然她身为一个王后，但是她知道她需要伙伴的，她需要有同心合一的，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情唯有神能够成就保守，所以需要透过禁食祷告来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禁食祷告，禁食跟祷告，我们是同步进食的，对不对？如果你为一件事情禁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跟祷告连结的。所以禁食就是渴望祷告更有果效，渴望我们跟神同工，渴望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能够更去贴近神的心意，明白神要对我们说的，要对我们做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禁食必要的时候的禁食，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一般的禁食，在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一天的禁食，但是以斯帖要求的是3天3夜的禁食，表示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并且整个书珊城有多少的犹太人我们数不出来。但是我们看在第9章的时候，那一些本来要杀害犹太人的，最后被捆绑起来，然后反而被杀的就有300个人呢。你就可以想象这一件事情是整个撼动整个波斯帝国了。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在这其中。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相信祷告能够让坏球变好球，能够面对我们的劣势可以成为优势的话，那这一切你在祷告上你要不要继续持续下去？一定要啊！如果你相信你祷告的这一件事是神所喜悦的话，那你要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什么时候？成就。对，祷告到这件事情成就，你就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也可以用这件事情来做见证。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对不对？对我们的身体的软弱的，我们透过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来见证神保守我们到如今可以还在这里敬拜，这就是神的作为。阿们。我们面对的难处，以为不可能解决掉的，家里的那种的氛围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借着祷告，我们看见我们同心合一祷告，不是你个人一个人祷告，
是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奇妙的事在这其中。所以家庭的改变，氛围的改变，那棒不棒？那是我们渴慕的，不是吗？我们渴望而借着祷告成就了，你就要把这件事情看为这是最美的见证。因此我们就更相信接下来神的作为会更超乎我们所求。阿们。因为见证就是怎么样再做一次，对不对？并且不止在你个人身上，神要再做一次，在凡听见相信的人身上都要继续再重复再做一次，这是你我所相信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使用祷告的权柄，可以经历大能的神迹。我们来宣告，来举起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使用祷告的权柄，经历大能的神迹。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宣告，我们所相信的。感谢主哦！我们去年7月14号到21号7天的时间，我们永光教会有11位同工，我们到韩国去访韩盛会，然后在那里我们就发现那个祷告的力量是极其大的。我们被激励回来，我们要开始晨间的祷告，然后我们8月1号就正式开始了。好，感谢主！在刚开始，刚好8月1号刚好是暑假嘛，对不对？我们甚至有几乎快到50个人哦。当然开学以后，人数就比较减少，因为孩子就不能一起来祷告，家长还要送孩子嘛，但是有一些他们还是执意的即便是上班，他们还是6点半来，甚至早一点来，那7点就先离开的，那可以吗？可以的，因为在路上就是恩典，对不对？他们每次来这里祷告，我相信，即便到最后才是为个人跟家庭祷告，他们前面祷告的是为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台湾哪一些事情需要祷告的？全世界的教会，台湾的教会祷告，后面才为家庭跟个人。他们那个时间还没到，他们就先离开。但是我相信，他们为世界祷告，就等于是为自己祷告，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合一的，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火热的祷告，也带动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呼喊主的名是怎么样？大声的祷告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所确信神就在我们当中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放不开的重担、解不开的难题、很难释放的怨气想不开的意念，怎么办？参加什么？晨祷，那是最好。礼拜2到礼拜5，你只要来1个礼拜就好。我跟主说，主啊，让他们试1个礼拜，可以不可以？先1个礼拜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难题。我们一起来经历，好不好？这个没有在我的讲章里面，就是圣灵叫我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来试试看，好不好？把你的难题带过来，不是交给牧师，是我们一起交给神。阿们。神必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确信的一件事情。阿们。因为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同工有特别的恩赐的，我们都一起在那里服侍。我相信，因为圣灵喜悦我们，贴近他就可以经历他的同在，好不好？请大家把早晨最清新的时光分别为圣出来。我还发现一件事情，6点半开始我们就唱歌，就唱得很大声以前还会吵到隔壁，所以窗户都不敢开，有没有？那后来我发现，我的歌声越来越好听，因为每天早上都在练歌，不都在赞美神。所以如果你的歌喉还要更好的来祷告会，或者你歌喉觉得很棒的，你更要来祷告会，把那最美的献给神。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看见。所以你看赵雍基牧师他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那会不会很简单？这个真理是不是很简单？
好简单哦，大家都会说，对不对？但是要执行起来容易吗？不容易，不是你讲的，是二者跟你讲的。要说很容易，阿们。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的权柄、权利，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执行，这是必要的。所以今年的访韩盛会，我们将近有40位喽。如果你还要加入我们的，赶快报名。好，我们一起到祷告山去，把那祷告的火拉回来。永光教会的火会更旺的，并且我们更相信神必更大大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多祷告，多有力量；没祷告，没有力量。是的，这是我们要相信从神而来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各等身份里面都看见神的命定。神一定为我们预备好所有一切，既给我们这身份，就给我们这权柄，就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去执行他的使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知道吗？神在创世纪以前，就把我们应该得的都预备好了，就像我们就完全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支取这等能力下来，这是一个关键哈。你的工作是属于需要是创作型的。要从无到有的，或者从有变得更好的，是这样工作的举手一下。再想一下，如果你是的话，就赶快举手，因为这是祝福哦。OK， 好，感谢主，好，感谢主，放下。对呀，对呀。我问各位，如果你是创作型的，你要从无到想到有，会不会有时候会被卡住？有时候会那个灵感就枯竭了，有没有？米利兹是最知道了哈，他是平面设计家哈，设计师，会不会？常常还是很少？是常常哈，常常。但是感谢主啊，他借着祷告哈，借着神给他的恩赐哈，发挥出来。牧师就丢一个主题给他，2个礼拜以后他要一个图画给我，但是很特别，我们常常同被圣灵感动，就像今天牧师有见证过，对不对？周报的这个任意门，对啊，那天晨祷我有领受到意象，就是一个门，他吓一跳，说牧师，昨天晚上我丢给你的这个周报的设计，你看过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啊，我昨天没时间看，也不晓得你赖给我。我回去看，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这样，对，就是同感一灵，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但你知道吗？神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你卡住了，灵感没有了怎么办？你用什么方式？拼命的吃吗？还一直喝凉的吗？饮料吗？不是哦，神给我们的最简单的其实是什么？走路。走路哈，史丹佛大学有研究说，步行可以使人的创意产量平均增加60%，棒不棒？他并且说，不要走很久，5到15分钟以上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要到户外哦。他说，只要你在家里面就这样走路，要走路，不断走路5分钟，15分钟，我就有新的讲道篇出来了。等一下再讲半个小时也可以。好这是很特别的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呢，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只是我们去发现有这个果效。因为他说走路能够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我们的大脑的氧气的供应哦，帮助我们突破惯性的思维，让我们的灵感自然的可以涌流出来。特别有难解的题我们透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找到方法策略，那棒不棒？这是神给的，对不对？是神给的。但我告诉各位，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更知道有一个更好的秘诀。那个贾博士Facebook 的创办人，他们都是这样，他们习惯喜欢走路中跟办公室的人开会，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他们的思路更活泼但基督徒更棒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边走
边赞美神，边走边祷告，那更棒，对不对？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有吗？有这样经历举手一下。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是的，这是很棒的一个方式哈。这帮助我们，原来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让我们透过这样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从他而来的。你看，神早预备了一切，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透过今天是妇女节看见神给智慧在女人的身上，让他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仰望神，而且他们不会孤单的一个人，他们知道怎么样纠团在祷告里面去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凡是女性的在这里，我们男性跟他们说，你是世上的珍宝，你有属天的智慧。来，对，这是在妇女节里面，我们所有的男性应该肯定女性的，阿们，并且确信这是神给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哈。好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我得着了哈还没得着的就努力咯。我们一起来读，来，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箴言31章4节，再一次来，才得的。箴言31章10节，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音乐继续喽，哈利路亚！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哈利路亚！神的祝福在前方。
配得一切的荣耀跟尊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奉献时间，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一起来奉献。好，奉献也是回应神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好，请大家预备。开始奉献。兄姐请坐。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我们请牧师主持。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个时刻，我们来一起关心我们的消息。我们今天都有拿到这个我们的抄本，对不对？有拿到的拿起来一下来。好，我们看一下哦，好 ，OK。现在你们都先拿到了，因为我们大概有100多个人，所以就没有那个空间来到这边，没有这个时间来到这边。当结束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大家拿着你的手抄本，这一年你亲自所写的经文的手抄本，我们等一下来大合照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就是我们要来邀请爱无国界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敏轩来这里为我们来做一些有关于他们在国外的一些事工的报告。我们请亚娜来稍微简介一下。好，各位兄弟平安。我们现在呢就要来邀请爱无国界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敏轩。那她的丈夫呢是荣兴教会的盛祥传道，也就是我跟亚伦传道，我们在神学院的同班同学。那很开心敏轩师母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她来请安报告。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第一次来到永光长老教会。对，但是我觉得对永光长老教会有一个很亲切的熟悉感。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在4年前吧，
永光长老教会有一起参与了马街150周年，大家都有去吗？有去的举个手。应该是全教会总动员，因为那时候呢，我刚好是北大的干事，所以跟那时候的北大的议长是周牧师，所以我们一起同工。然后在北大150周年的那几天，谢谢牧师。在那几天呢，就是一直在卖口罩啊、卖 T 恤啊，然后都是永光教会的同工这样。然后永光教会同工虽然不认识我，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很亲切，然后服事上非常的殷勤，然后都很谦卑，我都说辛苦了辛苦了，因为真的蛮辛苦的，就是都站一整天，要报名啊，要什么的。可是但大家都不会，感谢主，就是服事的机会。所以我真的觉得永光教会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然后早上一来的时候也被接待，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对，所以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要来分享一下，不好意思，我的 PPT， 我们的这个爱无国界关怀协会的事工。这一切的开始呢，就是我们连家恩医师他前往非洲布吉纳法索，他是参与台湾第1届的外交替代役，然后他在当地的时候看见了需要，所以就联络那时候他的母会，也就是荣兴长老教会，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发起了垃圾换就医的活动。然后布吉纳法索在哪里呢？在西非的内陆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非洲，然后它在西非的内陆。而那个国家呢，基本上就是长这样，他们的房子都是用草木合接，就是盖起来的，可能有一些房子也没有屋顶，所以风吹日晒雨淋，他们还是就是照样住在那里这样。然后西非这个内陆国家首都是瓦加杜古，它至今仍然是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只有2-3成的国民识字。所以贫穷、疾病、死亡每天都在发生。那连家恩医师他在挖了3口水井之后呢，他就集结了台湾的爱心跟资源，在那个地方盖了一间灵恩育幼院。然后在2014年获得当地布国政府的认可，成立了私立的灵恩小学。所以从2004年起，就为当地失亲失学、贫穷的孩童们，他们可以免费来到灵恩小学受教育。然后免费可以吃饭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灵恩小学的孩童们。其实当地还是非常多的孩童，即使大家都在贫穷中，可是我们的灵恩小学有100多位学生，每一个年级大概都有20几个孩童。那他们就是免费可以来到学校，有老师教他们上课，有老师带他们祷告，有老师教他们识字，然后让他们可以吃午餐。当然，因为有食物吃才能继续念书嘛，不然你没有力气，你也不可能继续念书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是灵恩小学的教室，然后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后当然我们也挖了水井，让他们有水可以用，不然基本上那边的人民很多也是没有水可以用的。好，那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我们在资助这个灵恩小学的孩童们。我们资助了他们的生活认养，就是让那边的孩童，他的3餐温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至少可以活下去。然后一样，我们也有教育辅助，我们支持这个小学每个月经常性的固定支出，因为你一定要给老师薪水嘛，不然老师干嘛来？他一定去别的地方教书，给老师薪水，然后给孩童他们，因为我们这边很偏僻，所以基本上很远的孩子，他可能一天要花2到3个小时才能够来学校，所以太远的我们就让他可以住在学校，当然老师也住在学校，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宿舍的环境也不是太好，但是我们这些都是供应这个灵恩小学每个月经常性的固定支出。然后再来是爱灵新种子的计划，就是我们可以认养每一个，这都是小一新生的照片，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可以认养他，就让他可以有温饱、有教育，甚至有医疗，让他不会生病。所以我们的正在执行的计划就是，如果可以，大家有感动，可以一起来认养孩童。那每个月可以看你想要认养生活的部分，或是他的教育的部分，或是他整个生活教育跟医疗，你都认养这样。那我们当然不只有每个月的好像固定的认养，
小额的或是单笔的，都可以给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有资助中学生，因为其实国小毕业后的学生，其实很大一部分他就是回去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如果要就读中学，他还是得付学费啊，可是他根本没有钱，所以他很难可以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我们就资助他，如果你愿意继续去读中学，我们每学期就学费赞助你，让你可以减轻一点你的负担，然后让你可以继续的受教育。甚至是我们也有奖助大学生的奖学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间有一个黑黑的一个男生，那时候他是我们的大学的毕业生。其实，在西非他要念到大学毕业是根本更不可能的事情，对，因为他们可以一直升学，很需要有很多的资源。但我们有林恩的小学，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已经20几年了，所以其实小学生到很多都已经现在应该已经20-30岁，这样30-40岁也有可能。那我们有一个林恩的大学生，前阵子跟他联络的时候，问他一下他的近况啊，那他现在是在当老师，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从一个孤儿院长大，然后我们资助他，让他可以继续受教育。结果他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可以在西非当老师，继续可以回馈给社会。然后我们同时也希望校舍可以继续的修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桌椅啊，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教会也需要翻新，因为很多设备用久了就会坏。其实学校一定也是10几20年来，但是也会需要有经费可以继续的翻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宿舍有时候可能就铺地板啊，或者是一些布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经费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那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盖更多的洗手间，因为目前只有1间厕所，让所有的小学生跟师长使用。对，但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在当地如果他没有来学校，他其实家里是不会有厕所的。对，因为他们没有钱嘛，他们没有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有好的卫生习惯，让他们可以降低可以生活的感染或是他们的生病的状况。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有资助他们的职训辅导，因为我们觉得升学真的不是唯一的管道，因为很多的孩子真的没有那个资源，甚至他可能真的读不起来。可是如果他有心要谋生，那我们就支持他可以学一技之长，让他木工、水电，然后裁缝可以学习，让他们可以帮助当地的经济，然后他自己跟家庭也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在后面的招待桌，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来找我询问，然后也可以拿一些免费的文宣品，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就是单笔如果捐款满1200呢，我们会送一个这个饮料的小提袋。那因为我知道教会有在做幸福小组，这个非常适合拿来送 Best， 因为它就是一个福音性的产品。小提垃圾不是垃圾，那个叫什么？饮料小提袋，大家不要制造垃圾，不要拿塑胶袋，大家手提的一定要放在袋子里。你买手摇饮，对，然后上面有经文，然后上面还有写 Enjoy today in the love of God， 就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又有质感，还送你一个防尘袋，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送给 Best。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愿意小额的单笔的捐款1200元，我们就送这个小提袋。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明信片卡片，不知道现在还流行写卡片吗？我是还会写卡片给我的学生或是我的小组员，因为我觉得手写就是跟打字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你有在写卡片的同工朋友们，你也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1张是50元，也可以写给你们的福音朋友。对，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来支持，然后传福音。最后呢，跟大家讲个我的自己的小小的故事。为什么说我从单身奉献到全家侍奉呢？其实我知道，我开始认养孩童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桃园，但是我在台北上班，所以我每天是坐火车通勤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绝对不会有位置，除非你买对号的那个。可是我是区间车，所以你一定没有位置，然后很挤，然后你一定要站着，早上又很累。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滑 Facebook， 就发现，我们教会成立了这个协会，爱我国监管协会，就是在资助这个孩童。然后我当下心里就突然很有感动，我就觉得，
哎，他们连食物都没有办法吃，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受教育，可是我却可以。我可以坐公车、坐火车，然后上班。我可以买我想要的衣服，我可以吃我想要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虽然我刚大学毕业没什么钱，但是我就认养了一个孩童。然后到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另外一半说，我们可以一起再认养一个孩童嘛？这样。那感谢主，他是一个很乐意奉献的人，然后就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我们两个呢就认养了2个孩童。到我们接下来有了孩子。我们再用孩子的名字又认养了一个孩童，但是这些年呢，我们真的经历到这句经文所讲跟所应许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37篇26节。我真的觉得，虽然我跟我先生算年轻结婚、年轻生小孩，然后很多人看到我们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有信心？怎么敢生小孩，怎么有钱？然后我先生甚至还读了3年的神学院，也没有什么收入，可是我们还可以这样继续的奉献，继续的认养。当然中间也有些不容易，可是我觉得真的经历到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这段经文的应许。然后最后呢，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想要宣教，我也想参与，可是我不一定要金钱吧？当然。很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把 Facebook 跟 IG， 如果你有在使用，可以帮我们加好友，或是按赞，或者是分享。因为当初我自己也是看到分享的文章，然后才发现哦有这个事工，然后我就来投入，有感动做这个奉献。所以我们就算没有感动，但我们可以分享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他说不定看到了，也会觉得。他说不定不是基督徒，可是很多非基督徒，他对公益也非常的有兴趣，他也很想要一起来资助这些孩子，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留言不用留言，按赞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的可以一起参与这个事工。好，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神的工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借着爱他的人来成就，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呢，可以到后台来看一下，然后在你的感动里面，你可以来帮助这个协会，让他们在西非的那里所做的教育事工，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的辅助的事工，也因着我们，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跑。阿们吗？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爱心。是刚刚在经文里面他说，神他。我们要恩待人，然后要借给人，他的后裔必蒙福，对不对？是，但是牧师这边也要解释一下，借给人不是你借钱给人，然后你就说因为这句经文说你借钱给我，我不用还，不是哦，哈，这个借给人就是你是奉献出去，你是奉献出去，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细胞小组的组员跟组员不能够借贷的，这个是完全不相通的哦，哈，所以不要用这句话去诱导人，然后说那我跟你借钱借5万块不用还，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是把你的爱心完全的献出来，完全的献出来哦，好 ，OK， 让我们牧师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导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请。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再次，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诗篇1节。好，再来，我们下一个。好，这个是新家人的元宵幸福餐会，也就是我们1月、2月来到我们永光的这些的新朋友。那我们现在呢2个月，我们就会有1次的新家人的餐会所以呢，他们来参加之后，牧师啦，跟他们的小组啦，跟他们一起聊天讲话就更熟悉哈。我们也欢迎这些的家人进入到永光教会。好，接着，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爱无国界的关怀协会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好。那我们呢，在4月就是受洗的日子，所以呢，我们来了解这个时间。那我们还没有受洗的，把握这个恩典的时刻、关键的时刻来报名，因为4月刚好是复活节，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季节哈。好，接着
好，那我们的手抄，我们的导读的手抄本呢，已经拿到哈。那记得我们等一下呢要来拍照哈。好，再来。那生命更新营的学员，那等一下呢到4楼先用餐之后呢，就开始我们下午的课程。好，接着，那接下来的礼拜6呢是什么营呢？大家都营哈。门徒建造营，好，那是在这个礼拜6哈，所以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3月份都是我们的培育学校进行的时刻哈。好，接着，好，那3月22呢，有马上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日，这一次呢，我们是升级版的启发幸福这一天呢，我们副长呢都会穿着我们所设计的启发的 T 恤，所以呢，请我们的同工呢，可以按着我们的群组的一个布达，我们照这样子来进行。好，那我们现在有开拓8个小组哈，我们又拓出8个小组。那我们知道一下，周2早上的10点是采题小组，周2晚上的8点是名家小组，周4晚上的8点是信如小组，周4晚上8点是诗词小组。周5的晚上8点是家佑小组，周5的晚上是慧华小组。好，那这些的小组呢，现在呢他们已经都开始独立在聚会运作了哈，所以我们母组呢，我们的也都支持他们，还有我们的牧区也常常来关心他们。另外是圣歌队呢，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在练唱。4月3号礼拜5晚上是我们的受难周的受难日的礼拜。所有我们中永和的我们附近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永光来参加联合的受难的圣餐，所以我们在那一周我们的小组呢，就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受难周的联合的圣餐里边，一起来纪念基督为我们的受难哈。那圣歌队呢，我们要献诗，所以邀请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呢，你都可以参加哦哈。好，再来。那我们现在的5班还有星光学院都已经开始，所以也邀请我们的孩童们能够来参加。好，另外是信仰奖励金呢，审核名单已经公布在我们的周报里边，那大家来看，记得复查的时间是在下个礼拜之前，好，所以你自己要来看清楚。好。接着是我们的空调来到了292万哈，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空调的修缮来祷告。好，我们要来恭喜了，挥手一下来，好，你们2个交往多久了？忘记了，6年多。好，那嘉佑呢？我们的青年嘉佑，还有我们美丽的怡慧，他们这样爱情长跑了。那在4月份哦，4月26号要订婚，好，那7月要结婚，所以呢，4月26号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呢拨出来，礼拜晚，然后我们就来参加怡慧的订婚，来祝福她，会在4楼。感谢主，他们有照着周牧师的交代，这个我们自己的青年男女呢都不能够嫁出去，然后呢不能够要5公里，然后遭罪进来，要内销哈。所以佑生还有本玉，然后我们的嘉佑跟我们怡慧，他们真是顺服的孩子，就是蒙福，阿们。我们永光也得福哈。也恭喜这2个家人呢，哈，他们的家人。好，这个到时候结婚再来介绍好了。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吗？好，那个乐龄营哈，好，乐龄营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长辈来参加。好，那再来是我们的央亲的城市寻宝，在3月28号，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好，接着。好，那我们为主恩的母亲曾顺妹姐妹，还有我们的小婷。爸爸是邱习清，还有我们的淑珍姐妹以及燕玲的妈妈素凤姐妹哈，常常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的昭德长老来祷告，在身体上的需要哈，我们的祷告就有力量。好，接着，那我们的月娥姐的婆婆黄闪姐妹蒙主恩召，所以呢在3月19。我们要来献卫师哈，所以我们也来注意这个时间，还有穿着的衣服。好，
那这一位是何敏玉姐妹，昨天是昨天吗？礼拜五啊，也是梦峰的妈妈哈，梦峰的妈妈是，所以我们也持续为这个家庭他们的后事的办理能够顺利来祷告哈，上帝也祝福在这个家族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是昆明的朋友安瑞，安瑞在哪里呢？哇，安瑞，欢迎你！哦，你现在在永兴小组吗？哦，在怡会。OK， 好，所以上面写永兴小组啊。OK， 好，在怡会小组哈，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安瑞，他是大学生。好，是昆明老师的学生吗？啊。你的老师在这里聚会，你跟着就对了。好，我们一次的欢迎。好，看一看你旁边有没有不认识的，还是有一点陌生的。好，你跟他说：“我欢迎你。”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请安瑞呢来拿着你的包包，然后跟我们的同工有教会的礼物要来送给你哈。好，那我们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敏轩呀，他今天给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报告请安哈，神也大大祝福，我们也常常为这个机构来祷告周牧师一直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改变世界，能够做更宽广的一个国度的宣教，这也是神要量给我们的产业，阿们。上帝也祝福敏轩还有她的丈夫，他们在教会的一个牧养的工作。OK， 我们等一下还有更新营，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那个手抄本，我们等一下结束后，我们再来拍照哈。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彼此祝福。你有好心情吗？阿妹吗？带着微笑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哦，耶稣爱你哦，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要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请主任牧师来祝福祷告。愿神将属天的智慧跟平静安稳的心放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让你们经历神的作为，并且见证他来归荣耀给神，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大家平安。
在直播上面，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弟兄姐妹，神也赐福你们平安。我们神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好，我们的手抄本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前面，我们要来拍照。拿着你的导读经文本来到前面来。好，我们来到牧师这里哈，来。牧师以中央舞，然后我们其他的人用最快速的时间。好，我们用1分钟，我们集合，我们马上拍，然后我们就要结束拍照。好，拿着你的手抄本。文君，有没有谁帮？来，你喜欢的位置你都可以站哦，好，随意站。哇。